上季對皇蘇嚟講咧，就好似過山車咁啦，試過一開季咧就排尾二嘅，跟住咧就換教練，換完教練咧就反彈，反彈完咧就更加係贏埋呢個西班牙國王杯添。咁由於你攞到國內嘅杯賽冠軍咧，係可以為你換嚟今年嘅歐洲賽入場券，咁所以去到季尾咧，佢哋成隊波又放鬆晒啦。咁因為知道咧聯賽都冇可能，除非你入到前四嘅啫，咁否則的話你踢唔到歐聯。咁你咪唯有焗住踢歐霸，咁但係歐霸杯嘅參賽資格你都唔使話透過聯賽排名可以攞得到啦，因為你已經本身攞到國內杯賽冠軍啊嘛，咁所以咧季尾就基本上咧就放軟手腳噶啦，不斷失分，亦都不斷失波，咁啊上季咧就失咗61球，係近呢15年嚟咧聯賽失波最多嘅球季嚟嘅，咁當然啦，佢哋都入好多波嘅，咁但係我諗皇蘇嘅球迷咧都要繼續做定心理準備啦，因為佢哋而家教練咧馬特拉素咧本身都係好開放嘅教練嚟嘅。有陣時咧就更加係有前冇後添，咁嗰啲4-3啊、3-2嗰啲比數咧，佢係絕對唔會介意見到嘅。總之一定要入波咧多過失波，咁就 OK 噶啦。咁熱身賽咧，今季季前嘅熱身賽咧，其實佢哋每一場咧都係有失波嘅，咁啊踢咗成7-8場噶啦，咁啊仲有1-2場咧就未踢嘅，咁啊睇下就應該仲有一場咧就係而家錄影呢一刻嘅仲距離錄影呢一刻就仲有大概係1日啦嚇，開波時間就唔夠1日啦，咁大家可以留意住啦。咁啊今年咧皇家蘇斯達就有歐洲賽踢啦，咁啊要踢歐霸杯啦。咁其實近呢3-4年咧就隔一隔咧，佢哋都會入到歐霸杯嘅賽場噶啦。咁啊上2次咧都係可以去到16強嘅。咁而家睇翻西甲20隊波入邊咧，應該係唯一一隊未有新加盟嘅球員咧，就係皇家蘇斯達。咁嗰啲外借回收啊，或者喺B 隊提升上嚟嗰啲人唔計啦嚇，離隊嘅話咧，其實比較重要嘅就有2位球員，咁啊先係有上季借過嚟嘅克羅地亞中堅卡列達卡啦，咁啊上季借到過嚟咧，其實都有24次咧喺聯賽擔正嘅。咁而家你望一望張陣容圖都知噶啦，中堅位置咧得3個人，3個人咧莫講話要對，即係莫講話對一啲雙線作戰嘅球隊係唔足夠啊！你淨係要應付聯賽，3個中堅都冇可能俾你打足成季啦，係咪？咁所以咧就應該如無意外咧，就會好快就會引入一個新嘅中堅球員噶啦。咁而另一個就可能比較重要啲啦，巴拉斯文迪斯，咁因為佢都效力咗咧皇蘇有成4個球季，咁每一季咧差唔多佢都可以為球隊咧就貢獻到5至10球。咁其實我覺得佢就冇咩太大嘅進步嘅。咁而家呢個年紀咧接近30歲，咁可能球會好需要錢啦。咁所以咧就將佢咧就賣走咗去俾美職聯嘅哥倫布機員，收翻咧就600萬歐元嘅轉會費 ，OK 啦，即係呢個轉會費對於即係唔算話好突出嘅中場球員，即係雖然佢都對皇蘇係有一定嘅重要性，但係既然你又冇乜進步，呢個年紀咁賣到呢個價錢，我覺得又唔算話真係去到好似奧耶沙巴爾咁樣不可或缺啦嚇。我覺得佢對於皇蘇嘅重要性就未去到嗰個地步嘅，咁所以就賣走佢都 OK 嘅。咁啊，講下嗰陣容啦，陣容其實唔使多講噶啦，都係上季嗰啲人腳嚟嘅啫，極其量都係有某啲可能係 B 隊提升上嚟嘅球員要介紹下啦。門將就列米路正選門將，咁啊其實就上季咧，佢全季得3場波係可以保持不失嘅啫。你再睇翻之前嗰5個球季咧，列米路每一季都有雙位數嘅不失球場數嘅，咁啊所以就睇下今季可唔可以捲土重來啦，攞翻多啲咧不失球嘅場數。咁但係對於馬達拉素嚟講咧，好似頭先我咁樣講啦，佢就唔算話好特別着重防守嘅，咁所以列米路咧可能今季都有好多嘅失波都未定啊，未必好關晒佢事。咁但係後防真空嘅話，咁你作為門將，有時你都冇辦法可以力挽狂瀾啦。咁啊，其實就陣中咧就有2位球員咧係過30歲，佢就係其中一個啦。另一個咧就係右後防嘅奧迪里奧蘇拿。奧迪里奧蘇拿咧就係陣中而家唯一一位養緊傷嘅球員啊！佢就今年2月份咧已經係受傷噶啦，就唞成大半年，去到咧就11月咧先至可以復出。咁啊好彩咧就右閘呢個位置咧就有委內瑞拉嘅國腳艾林布魯啦。咁啊艾林布魯咧就係球隊上季上陣時間最多嘅長區球員啊，僅次於如果你話成隊波嚟計咧，都係僅次於列米路嘅啫。咁啊，所以咧見到佢係近年係幾穩定嘅，有啲進步嘅。左右兩閘其實我覺得就幾夠人嘅，咁唔同大家慢慢去細數啦。左閘位置咧更加有成3個球員俾馬達拉素嘅選擇添。
除咗沙治奧高美斯同埋艾軒蒙魯斯之外咧，就仲有今季外借回收嘅查維亞盧比斯啦。咁查維亞盧比斯就都可能會再借走啊。咁雖然你話要雙線作戰，咁但係有成3個一隊嘅左閘球員咧，應該就可能佢或者係艾軒蒙魯斯咧會借走啦嚇，我估計啦。咁啊，中堅就一定要人噶啦，肯定就一定要係買人或者就好似上季咁借人過嚟啦。咁我就唔係好肯定熱身賽有冇邊啲中堅球員係可以上到位啦。咁我就唔係對於 B 隊嗰啲球員有好深嘅認識。咁但係總之最理想嘅一定就係買人或者就係借人噶啦。咁我相信咧嚟緊半個月嘅時間咧，佢哋係會揾到嘅。咁而家就即係上季嘅原有嘅中堅球員就莊馬田同埋就蘇比迪亞啦。咁啊，加埋就今季外借回收，上季就借咗去艾拉維斯嘅莊柏哲高，咁啊今年咧都應該會留翻佢喺陣中嘅，咁啊作為球隊第3中堅啦。咁而中場線咧，反而中場中路就好多人嘅，無論係中場中定還是攻擊中場都好啦。咁啊上季就有一個球員咧就好明顯係上咗位噶啦，咁啊就係哥路沙迪基，咁啊哥路沙迪基咧就上季第一次踢西甲。都有26場嘅正選嘅，咁啊負責做駁腳啦，或者係控制節奏啦。咁啊另外就仲有杜利恩迪斯啦，杜利恩迪斯就係西班牙攞奧運冠軍嘅其中一個嘅成員。加埋咧就仲有攔截能力都好強嘅另一位委內瑞拉嘅球員就係恩基爾靴里拉。咁雖然恩基爾靴里拉就近季都有唔少嘅傷患，咁但係都係一個好球員嚟嘅。咁啊，仲有就卡路士蘇拿啦，都唔可以唔提呢一位嘅前西班牙國腳啦，亦都有一定嘅個人技術，有一定嘅入球能力，都係一個好全面嘅中場。嗱，反而咧就克羅地亞嘅盧卡蘇石咧嚟咗2季之後，就一路都唔係打唔起啊，感覺咧都好似停止咗進步。咁啊，今年啊，其實佢就第一次同馬達拉素係一個完整嘅球季合作，咁睇下馬達拉素可唔可以發揮到佢嘅功用啦？因為盧卡蘇石咧本身都係一個幾全能嘅中場嚟嘅。咁因為喺世界盃咧就佢嘅兄弟啦嚇，咁啊佢嘅細佬啦就係彼得蘇石就踢得唔錯嘅，咁啊睇下就盧卡蘇石可唔可以咧及時可以挽救到佢嘅職業生涯啦。咁啊，仲有就係其他嘅中場球員咧，就都有薩卡賴恩啦。咁啊，薩卡賴恩呢位即係俄羅斯嘅國腳咧，其實亦都係一個攻擊中場，不過咧佢亦都係另一個唔算話有好大進步嘅球員啦。咁啊，近季就即係自從由俄超嚟到西甲之後咧，佢就冇咩太大進步，攞唔到個正選。咁呢啲球員咧就一路都唔能夠孭到飛啊。咁所以咧就好多時進攻咧都係要靠奧耶沙巴爾啦。咁啊，另外就其實有一個幾多功能嘅球員咧，我自己就唔係好熟悉佢，咁但係我又好想留意下佢到底長遠喺球會嗰個定位係點啊。咁啊就係帕保路馬連。咁啊，帕保羅馬連我就對佢印象唔深刻啦，咁但係佢就咩位都可以踢嘅，防守中場、進攻中場兩邊路咧都可以喺上季咧就擔當唔同嘅角色啦。咁啊，好少嘅球員，即係世界球壇都好少呢啲咁嘅球員咧，個定位係好似佢咁樣咁多功能嘅。咁但係佢上季得1個助攻。咁啊，至於就點解值得留意嘅球員係揀久保建英咧？唔係話大家唔認識呢位球員。咁有時我揀一啲值得留意嘅球員咧，就未必一定係因為一啲正面嘅原因，可以係因為一啲負面嘅原因嘅。咁而我揀久保建英咧，就係因為佢嘅入球數字咧，每一季都喺度下跌緊啊。對上呢3-4季咧，佢個走勢係急轉直下，亦都表現又唔係太好，又多傷啦。咁睇下幾時可以再重新起步啦。咁啊，久保建英當然唔係啲咩老將啦。咁但係亦都唔係後生仔啦，咁你不斷咁樣跌咧，跌下咧，可能跌下玩完噶咯喎，職業生涯。咁幾時可以重踏正軌咧？係咪今季咧？咁啊，大家就繼續留意下呢位日本國腳啦。咁而前線啦，入球嚟去都係要靠奧耶沙巴爾噶啦。咁啊，奧耶沙巴爾咧入多21球咧，就會係破咗球會史上入波最多嘅紀錄。咁啊，近呢3個球季咧，佢都係皇家蘇斯達嘅首席射手嚟嘅。上季咧更加係佢個人單季喺西甲入波嘅新高啦。咁而另外兩邊路位置咧，就巴倫迪斯亞同埋古迪斯都係可以升任兩邊路嘅翼鋒球員啊。古迪斯咧，佢嗰個進攻範數就更加多啦。上季入咗8球，亦都係重新入選翻葡萄牙國家隊噶啦。遠射係有一手嘅。咁啊，巴倫迪斯亞就尚算勤力啦。咁但係你話後上入攝啊、埋門遠射啊，始終都係以古迪斯係比較突出啲嘅。咁啊，巴倫迪斯亞就可能會係比較喺邊度位置，靠佢嘅效率，靠佢嘅防守，靠佢嘅拼勁咧就搭夠啦。
咁啊，既然就冇乜新加盟嘅球員咧，咁就唯有要介紹下啲 B 隊嘅球員啦。咁啊，升上嚟一隊，咁其實上季都有落過場嘅，就係咧就係肯尼亞嘅國腳，即係肯亞啦。咁但係就香港賽馬會譯名就肯尼亞，咁啊跟翻佢哋啦。咁啊呢位球員咧就叫奧治恩，咁啊就係肯尼亞國腳，亦都係咧就係皇家蘇斯達自家青訓培育嘅球員嚟嘅。咁其實喺 B 隊咧，上年應該講話今年嘅1月份開始。佢喺 B 隊有上陣過嘅比賽咧，只得2場波係入唔到波啫。基本上咧喺上季下半季咧着晒火嘅。咁啊，同埋就睇下今年上到嚟一隊啦，可唔可以爭下位啦？咁但係我又睇落左邊路位置，好似又唔係好輪到佢喎。咁因為就算你唔係用古迪斯，唔係用巴倫迪斯亞，你都講緊可能你可以將沙照高美斯推前一格，又或者你可以將薩卡賴恩擺過嚟左手邊，帕布魯馬連又係可以踢呢個位嘅。咁奧治恩其實上季都係第一次喺呢個 B 隊咧有咁多嘅入球嘅啫。咁啊睇下嗰個能力啊質素啊去到邊度啦。咁而前鋒位置就2個嘅正前鋒球員啦。咁啊即係除咗奧耶沙巴爾頭先介紹過之外咧，就仲有奧斯卡神。同埋咧就係卡利卡布魯，咁但係卡利卡布魯就咁多年嚟都係皇蘇嘅大後備嚟㗎啦，咁啊反而奧斯卡神呢位冰島射手咧上季就好高效率嘅，平均咧喺聯賽1場波都入到1球，咁但係就後備為主啦。不過我睇翻佢啲入波咧，其實好多都係一啲我會形容為一啲時來運到好行到腳趾尾嘅入波啦，就唔係話真係靠佢嘅個人質素可以爭取到翻嚟嘅入球嚟嘅。質素咧，我覺得好多球迷咧對佢都好似仲係有啲保留啊，咁我都係嘅。咁其實皇蘇都用咗好多錢買佢翻嚟啊。咁睇下奧斯卡神，咁佢又唔係話年紀好大，咁睇下今年咧可唔可以突然間開竅啦嚇，咁啊可唔可以同奧耶沙巴爾共存啦？因為奧耶沙巴爾其實都已經喺上季咧就多咗係基本上咧上季佢有落場嘅全部都係踢正前鋒位置噶啦，就好少會再將咧奧耶沙巴爾擺邊路啦，又或者擺喺攻擊中場。咁皇家蘇斯達就連續2個球季都係排喺中游位置啦，排第10同埋排第11。咁而家呢一刻咧，我就都唔可以咁快下定論住，咁因為佢哋嘅組軍，我覺得應該就未完成嘅，至少要簽翻個中堅球員先啦。咁但係就教頭嘅情況，我都有少少懷疑嘅，因為馬特拉素我唔係話佢係一個好差嘅教練，咁但係睇翻佢以往喺德甲嘅時候，無論你話係帶領斯德加定還是係帶領荷芬咸咧，都有種高開低走咁嘅感覺。咁啊，同大家數一數啦嚇，如果大家係冇做資料搜集或者唔清楚佢嘅履歷表的話咧，可以同大家介紹下馬特拉素。咁馬特拉素咧，其實就喺20到21球季咧，第一次喺德甲執教，第一次喺呢個德甲執教，就係教呢個斯德加咧，就攞到呢個聯賽第9位。咁但係跟住之後嗰2季咧，佢係跌咗落去聯賽嘅中下游，排15，同埋咧就喺2到23球季咧教咗8場波之後咧，因為呢8場波都贏唔到波，所以咧就俾球會就解僱咗嘅。然後就去咗荷芬咸，去咗荷芬咸之後咧，其實佢第一個完整嘅球季咧係排第7，咁但係第2季咧佢就排去到咧又係接近季中嘅時間咧，因為成績唔好咧，又俾球會炒咗魷魚嘅。好啦，咁而家嚟到皇家蘇斯達，咁嚴格嚟講咧，上季佢就執教咗球隊有一半有多嘅賽事。今季有歐洲賽嘅兼顧之下，會唔會又會跌落去咧？咁當然皇家蘇斯達，我覺得佢哋始終係有咁嘅底蘊喺度嘅。咁啊，就算跌咧，都唔會話跌到會降班嗰種啦嚇。咁但係始終係一隊本身係踢開歐洲賽嘅球隊，或者係長時間排喺聯賽前列嘅球隊啦。其實近呢2季聯賽排名都係令球迷好失望啊，排喺第10、第11。咁如果今季再跌嘅話咧，就亦都如果馬特拉素烏紗不保嘅話咧，我都唔會話覺得好意外。咁但係至低限度，我會覺得佢哋今年因為點解會咁吃虧咧？就係馬特拉素始終呢一種風格嘅球隊咧，或者呢一種風格嘅教練咧。如果你一叉起上嚟，隊波散咗嘅話咧，你又唔係靠防守去做基礎，咁有時你泄咗道氣咧，你一路咁樣輸咧，你就好難咁樣可以挽回翻你成隊波嗰個信心咯。咁啊，今季我自己就唔係好憧憬佢哋會可以上得翻去
6至8位呢啲咁嘅排名，我覺得可能都會繼續係排喺中游嘅啫。好啦，介紹一啲升班馬咁啊，第一隊要介紹嘅咧就係桑坦德，咁佢哋嘅西班牙文嘅讀音咧就唔係 Racing Santander 就係 Racing Santander 啊，咁大家就留意翻唔好讀錯啦，讀錯的話咧就盞嚟俾人笑嘅啫。咁啊，桑坦德咧就對上一次出現喺西甲咧就係11到12球季，咁之後嘅呢10幾年咧，其實有一半嘅時間咧都係喺第3級別聯賽打滾嘅，就唔係全部都係喺西乙啊，所以咧都經歷咗好多一啲嘅辛酸嘅故事嘅。咁啊，不如就講翻啲以往曾經效力過桑坦德嘅名將啦。咁呢啲球員，我諗我講佢哋名出嚟咧，你哋應該會記得嘅。曾經踢過利物浦、前以色列國腳好波之人巴拿約啦，塞爾維亞高大中鋒，身高有2.02米嘅司職啦，即係踢過伯明翰嗰位啦。跟住咧就仲有踢過皇家馬德里嘅加雷，踢過祖雲達斯嘅防守中場美路。咁呢啲球員咧，其實去到一啲大球會之前咧，係都喺桑坦德咧踢過嘅，咁但係對於我嚟講咧，我自己印象最深刻、最難忘嘅球員咧，就係梅里迪斯啊！呢個光頭佬，呢個細細粒但係非常之好波、好技術型嘅球員咧，其實今時今日咧已經喺桑坦德嘅管理層咧就有一官半職噶啦，就係今年先至係嚟到球會或者先至係重返桑坦德，佢就擔任一個角色咧，就叫做 Head of Methodology。咁啊 methodology 啊解方法啊或者係方針咁樣啦。咁我自己咧就好少見到一間球會咧就有安排呢一個角色嘅。咁啊到底 Head of Methodology 中文譯名我都唔知點樣譯啦。咁啊總之咧就係可能球會未來規劃嘅方針嘅主管啦咁樣。咁啊總之咧就梅里迪斯係今年咧先至係翻嚟桑坦德嘅啫。咁啊同球隊一齊咧就係升上嚟呢個西甲。咁啊睇下可以幫到球隊幾多啦。咁亦都要介紹下教頭嘅荷西艾拔圖嘅，咁因為荷西艾拔圖亦都唔係一個西甲嘅名帥啦，第一次咧上到嚟西甲執教嘅啫，年紀就唔係好大，44歲啊，咁但係就22年去到桑坦德之前咧，其實佢就幾乎冇一間球會係可以教到多過2年嘅。咁啊，雖然佢係44歲，咁但係大家可以留意下佢個樣咧，其實就唔係好似呢個年紀嘅。咁啊，光晒頭，咁啊又好似睇落個樣啊好滄桑咁樣。大家有留意啊，即係如果有興趣又去搜尋下啦。咁啊，近呢39年嚟咧，其實荷西艾拔圖咧就係任期最長嘅桑坦德嘅領隊嚟嘅。上季季中咧就一路咧都係可以排喺榜首咧，就帶到尾嘅。入球數字非常誇張，入咗90球。但係失球數字咧，同樣係好恐怖嘅，失咗61球，42場失61球。你講緊咧係西乙嘅冠軍球隊，咁而佢哋嘅比賽咧加埋埋90球加61球，即係151球啦。上季喺西乙桑坦德嘅比賽咧係產生咗151球，係全個西乙最多嘅球隊嚟嘅。亦都如果你係有投注嘅朋友咧，桑坦德呢啲咧就係典型入球大嘅保證嚟嘅。咁其實執教咗球隊幾季咧，咁桑坦德嘅入球數字咧係一季比一季多嘅，即係反映翻咧荷西艾拔圖佢嗰個理念或者佢嗰個哲學咧都係傾向進攻行先嘅。咁但係就防守失波，頭先我就講到話失咗61球，到底係幾咁驚人呢？上季喺西乙有13支球隊嘅失球數字都係少過桑坦德，包括包尾降班嘅薩拉戈薩。我自己睇波咁多年咧，我就未曾見過一個聯賽咧，佢哋包尾降班嗰隊波嘅失球數字咧係多過榜首排第一升班嘅球隊，我就未見過，唔知你有冇見過啦？如果你有見過嘅話咧，對唔住啦，我孤陋寡聞，又麻煩你咧，可以喺呢個留言板度咧同大家分享翻呢一個資訊啊，係邊一隊波係邊一年咧？我自己真係唔知道。如果你哋知道嘅話咧，不妨話俾我知，同埋話俾球迷知啊。咁其實熱身賽咧，桑坦德都幾嚇人嘅，啲失球啊，啲防守嗰方面，對住奧沙辛拿、畢爾包同埋對住狼隊咧，都係要淨輸2-3球。咁我諗就睇翻陣容咧，就最值得參考嘅正選11人咧，就應該會係8月8號對住艾拉維斯嘅正選11人。咁因為咧就當日有落場踢正選嘅球員咧，應該就係最貼近佢哋喺季初啦嗰個嘅正選嘅覆稿嘅。咁啊，大家不妨可以留意下啦。
咁啊陣容方面咧，其實呢隊波就有3個球員係效力咗球會超過2年半，咁啊整體嘅班底咧其實都算係一個幾新鮮嘅配搭嚟嘅。咁啊但係有樣嘢好啦，就係佢哋陣中咧就所有人嘅合約咧都係簽到至少2028年，至少都有2年嘅合約，咁就起碼咧就算你話今年真係唔能夠留得低喺西甲都好啦。起碼就確保到唔會話有太多球員會係約滿離隊啊，人才兩失咁嘅情況，呢樣嘢應該可以避免到嘅。咁啊陣式上咧就河西艾伯圖就傾向用嗰個4-2-3-1嘅陣式啦。咁啊睇一睇個陣容啦，陣容咧我都做咗好多時間功課，咁因為都有好多個球員咧我自己係唔係好認識嘅。門將我就認識啦，因為咧就今年以呢個球會史上第3貴價嘅轉會費加盟嘅艾古爾薩巴拿咧，上季就係踢華倫西亞嘅，就係外借咗去華倫西亞450萬歐元。咁我諗就好大機會會係即刻打正選噶啦，因為佢就畢竟係有西甲嘅比賽經驗。後備門將咧就西蒙艾力神。今年年頭先至加盟嘅瑞典龍門嚟嘅，咁其實佢喺上季下半季咧本身都係後備，因為正選門將咧就係伊斯基達，咁但係我就有啲好奇啦，或者我自己都唔係好明點解伊斯基達咧就今年就冇同桑坦德一齊就上去西甲咧？咁因為伊斯基達其實都效力咗桑坦德有好幾個球季，都係一路擔正嘅，咁但係今年咧就選擇去咗卡迪斯，仲要係借走嘅啫，唔係話買走喎。咁我就冇時間 check 啦，咁可能有啲特別嘅原因啦。咁啊，今年其實由桑坦德去咗卡迪斯嘅球員咧，就唔淨止佢一個嘅。咁啊，後防啦，其實就4個中堅球員入邊咧，有3位都係喺上季已經喺陣中嘅。國腳級球員嘅咧就係烏拉圭嘅法根道岡沙尼斯啦，咁佢就有入選過國家隊，但係就冇落過場嘅。曾經咧佢都踢過歐聯，咁啊就係喺效力飛燕諾嘅時候咧都踢過歐聯2場。咁啊，佢就係南美洲嘅中堅啦。咁而另一位嘅南美洲中堅咧，就係嚟自巴西嘅帕杜菲納比。咁啊，無論係法根道岡沙利斯定係帕杜菲納比咧，都係踢過祖雲達斯，但係就冇為祖雲達斯嘅一隊咧上過陣嘅。咁而另外2個中堅咧，就係本土中堅啦，就係帕保路拉蒙同埋咧就係文奴靴蘭道。咁要留意啦，由於奧沙辛拿陣中咧，亦都係有另一個球員叫做靴蘭道。咁啊，都係踢中堅嘅，咁啊，所以咧，而家講緊桑坦德呢一位咧，就會譯翻做文奴靴蘭道。同埋另一樣嘢要留意就係奧沙辛拿嗰位中堅嘅靴蘭道咧，佢個姓氏嘅串法係有2個 R 喺中間嘅。咁而呢一個咧，桑坦德呢一位咧係得1個 R。咁啊，唔該聽緊嘅咁多位朋友咧，就動高對耳仔啦。咁我就好着重呢啲細節嘅，我係好着重啲球員譯名啊，或者係嗰啲球員嗰啲串法。咁啊唔怕話咪俾大家知啦。咁啊小弟咧以前英文默書嘅時候咧，我就成日都攞滿分嘅。咁啊攞唔到滿分咧，就多數都係錯標點符號嘅啫。咁所以咧，我係好對於呢方面嘅細節，啲英文串法咧，或者嗰啲姓氏嗰啲球員名咧，我就一定要求自己咧，我自己第一個一定要係做到100分先嚇。咁啊，講翻呢2個球員啦。咁啊，其實就無論係帕保路拉蒙定係文奴靴蘭道咧，都係曾經踢過皇家馬德里嘅 B 隊嘅。咁而家就嚟到桑坦德啦。咁啊，桑坦德就其實佢哋嗰個地理位置咧，就係喺西班牙嘅北部嘅，差唔多係最北嘅，唔係差唔多添啊。應該冇記錯咧，就係今季20支球隊入邊地理位置最北嘅球會嚟嘅。咁啊，大家就可以留意下啲。有時間睇下啲主場賽事咧，睇下會唔會當地嘅直播信號咧會影埋球場附近啲周邊環境啦。因為沿海城市咧，通常應該風景都唔錯嘅。好啦，咁啊講下左閘啦。左閘咧呢個就係佐治沙連拿斯。咁唔該大家啦，真係聽到呢度咧，唔好搞其他嘢，真係唔好，因為今季喺愛斯賓奴借去馬拉加嘅有一位左閘。又係踢左閘啊！嗰個就叫河西沙連拿斯。咁2個球員咧，其實就冇任何關係嘅。馬拉加嗰位咧，其實亦都年紀會再大啲，有26歲。咁但係而家講緊桑坦德呢一位咧，就係19歲嘅佐治沙連拿斯。所以咧，一定要聚精會神聽清楚我講呢一集。如果你想了解多啲桑坦德球員嘅話咧，停止晒你手上面所有工作，好緊要啊呢樣嘢。咁啊，講翻佐治沙連拿斯啦，佢就可能係下一個嘅新星啦嚇，咁因為19歲就係咁啊。上季咧，其實佢喺西乙都係桑坦德嘅正選嚟嘅，亦都累積有7個助攻。咁啊，睇下就今年上到嚟西甲
係咩表現啦。咁因為上季其實喺西乙咧，佢都係第一次喺次級聯賽擔正嘅啫。咁啊而家咧搖身一變上到嚟西甲，咁啊睇下佢有冇咁嘅潛質同埋有咁嘅能力啦。咁啊至於右閘咧就係艾華路文迪拿，都好犀利嘅。咁但係就唔係助攻能力好強，而係咧佢攞黃牌嘅數字咧就非常之驚人嘅。29場波入邊咧有13場波係攞咗黃牌嘅。咁啊如果唔係曾經喺球季嘅中段咧，佢就傷咗大概有成10場咧，咁佢可能呢個黃牌嘅數量咧就會更加多啊。咁留意下艾華路文迪拿會唔會係一個殺人王啦？咁但係就更加值得大家關注嘅就係其實左右兩閘咧就明顯係唔夠人嘅。咁所以睇下嚟緊桑塔德應該會繼續去簽啦，或者係借一啲喺西甲可能本身有一定護級經驗嘅球員過到嚟幫下手咧，就喺呢一季咧就爭取成功護級啊！咁而講到中場位置啦，咁呢隊波咧就係隊長咧就係沙恩斯馬沙，咁但係沙恩斯馬沙咧就上季就退居咗做後備嘅，就唔係球隊嘅正選嚟嘅。咁啊睇下今季係點啦。咁佢就同沙治奧馬天尼斯咧都係球隊嘅自家青訓。咁啊沙治奧馬天尼斯係另一位咧未夠20歲嘅球員。咁睇下就今季會有幾多嘅空間可以俾呢啲咁嘅年輕球員，即係包括佢同埋就佐治沙連拿斯咧去成長啦。咁但係就我諗成隊波。其中一個大家會認識或者係記得嘅球員咧，應該就係哥倫比亞國腳咧，就係古斯塔和佩亞達。咁因為啱啱呢屆嘅世界盃咧，其實佢都係哥倫比亞正選嚟嘅。另一位桑坦德喺上季西乙攞13張黃牌嘅球員，另一個陣中潛在嘅殺人王啊！咁啊，今年咧佢就嚟到西甲，咁其實以往都踢過利華古遜嘅。咁啊，仲有就防守中場咧，就係塞內加爾嘅馬古迪古爺。咁啊，又有古爺啦，維拉利爾咧就有個帕比古爺，呢邊咧就係都係同樣地嚟自塞內加爾呢一位咧就係馬古迪古爺。咁但係佢就應該會係更加着重於防務啊，着重於攔截嗰方面嘅工作。咁啊，同帕比古爺就唔同嘅。咁佢就本身係阿爾巴尼亞聯賽買過嚟啊，咁但係就亦都未代表過塞內加爾國家隊啊，所以我自己都陌生啲啦。咁啊前線啦，前線其實我就好多人都想介紹嘅。咁第一個要介紹嘅當然就係好肯定係所有嘅球迷都係對於桑塔德今年嘅陣容入邊最熟悉嘅球員就係簡拿利斯啦。咁啊簡拿利斯咧就01年。當時咧佢就10歲嘅啫，10歲已經係去到桑坦德嘅青年軍噶啦。咁啊跟住咧就喺08年咧上到桑坦德嘅一隊，跟住就打咗2年之後咧就俾皇家馬德里睇中咗啦。咁啊跟住就踢咗好多嘅唔同嘅西甲球會咧，直至大概3-4年前咧就去咗墨西哥聯賽揾食。咁我諗住都唔會翻嚟歐洲主流聯賽噶啦。咁但係可能咧就見到佢嘅母會啦，桑坦德咧今年重返西甲喎，咁啊梗係要翻去幫下手啦。咁其實我覺得好多嘅環節咧，桑坦德同上季嘅升班馬奧維多咧都係幾接近嘅陣式踢法，咁成隊波風格咧都係好進取嘅。咁可能我自己覺得桑坦德嘅入球能力咧會係再比上季奧維多咧就再高啲啦。咁啊跟住咧就兩隊波有啲咩係好相似咧，就係上季奧維多就揾咗辛迪加蘇拿翻嚟母會。咁啊雖然辛迪加蘇拿就冇踢過奧維多嘅一隊嘅，咁但係就青年軍都踢過有6-7年嘅時間。咁而家同樣地，桑塔德咧就揾翻一個以往球隊嘅喺青年軍打起嘅球員，就係簡拿利斯。咁其實咧就講開簡拿利斯咧，就上季陣中都有一個簡拿利斯嘅，就係派奧簡拿利斯。嗰位咧就係嚟自畢爾包嘅借將嚟嘅。咁啊上季喺西乙咧佢都有6個波9個助攻啊。咁即係話咧，桑塔德今年就後生嘅派奧簡拿利斯就嚟咗隊啦。新加盟嘅就係老將簡拿利斯啊，咁就好似一個直接嘅位換位啦。咁因為兩個球員咧都係踢攻擊中場，咁而簡拿利斯亦都係桑塔德現時陣中入邊咧就年紀最大嘅球員，咁啊啱晒啦，咁啊楞住隊波，咁啊希望就可以憑住佢嘅經驗啦，二老帶新咁啊帶領咧就係桑塔德可以護級成功啊。咁其實呢隊波咧陣中年紀第2大嘅球員咧都同佢係相差有成7年嘅。咁啊，除咗簡拿利斯要介紹之外咧，咁其實我需要介紹嘅球員咧就唔係好多嘅啫。咁因為你望一望個陣容咧，係左右兩翼都係得一個球員，唔係我打漏咗，唔係我懶，係因為桑塔德嘅陣容咧，暫時嚟講係得咁多人嘅啫，一隊嘅陣容啊。咁當然啦，可能有啲後生仔會上位啦，咁呢樣嘢我就唔清楚啦。咁因為我自己都唔係好熟悉，要做下啲功課。咁但係講緊而家大家熒光幕見到喺陣容圖呢2個嘅翼鋒球員咧。
兩個都可以話喺最近呢2-3個球季咧，係用恐怖嚟形容佢哋喺西乙嗰個數據，兩個都係極之有侵略性嘅。咁啊，先講一講就係安達斯馬田啦。咁啊，安達斯馬田就喺上季聯賽入咗23球，亦都係桑塔德陣中咧入波最多嘅球員。前一季即係24到25球季咧，佢係喺聯賽有雙嘅成績，16個入波，17個助攻。咁佢就踢右翼嘅。其實就安達斯馬田，我以往都認得呢位球員啦，或者記得呢個球員啦。咁因為佢就曾經係踢過華力簡奴。咁但係華力簡奴有2-3季嘅時間咧，佢就一來唔係正選啦，二來都冇乜入波，亦都冇乜助攻嘅。咁啊，所以就對佢印象就唔係好深刻啦。咁但係去到西乙咧，呢兩季喺桑塔德咧，其實對上兩季除咗你話入波同埋助攻數字係好突出之外咧，上陣時間都非常之多。對上呢兩季咧，其實佢都只不過係缺陣咗1場聯賽，即係話本身競技狀態又 fit， 入球助攻一個攻守兼備嘅球員，或者就係一個好應該話係能既可以入波又可以助攻到俾隊友嘅一個進攻球員。所以咧都梗係要留意住安達斯馬田啦。咁另外就左手邊翼鋒位置可以踢左翼可以踢副鋒嘅恩尼高維辛迪咧，同樣都係曾經踢過西甲嘅，佢就係畢爾包嘅青訓，喺西甲咧都係有落過場，咁但係又係唔係好受到重用之下咧，就去到西乙。咁啊，對上呢4季咧，佢就更加誇張添。對上呢4季咁，因為西乙就一季有42場聯賽啦。對上呢4個球季，佢加埋只係缺陣咗7場賽事。上季咧有9個波，21個助攻，就係聯賽助攻王嚟嘅。咁其實講助攻咧，對上3季佢都係有雙位數嘅助攻。咁所以咧呢兩隻翼鋒咧嚟緊呢一季，記得密切留意啦。因為咧我真係好少，即係當然你可以話西乙上到嚟西甲，哇會唔會個差距好大啊？咁但係我自己做咗咁多年嘅西甲嘅季前前瞻咧，或者歐洲4大聯賽嘅前瞻咧，我真係冇見過有任何，哪怕係其他嗰啲聯賽都好啦，我冇見過有任何一隊波佢哋嘅升班馬進攻球員有咁多係個數據係咁突出嘅。雖然我未必好了解佢哋嘅踢法，但係數字唔會呃你啊嘛。咁係咪真係上嚟西甲都可以即刻適應到咁高強度嘅比賽節奏，或者係高水平嘅賽事，更加高嘅速率咧？咁就真係要密切留意住呢兩位球員啦。咁啊，講完兩個翼鋒之後咧，咁啊，梗係要講下啲前鋒啦。其實前鋒咧，就係對於桑塔德4-2-3-1陣式嚟講咧，呢一個配置係好奢侈嘅。咁啊，介紹下啲大家會熟悉啲嘅球員先啦。咁啊，另一個都係嚟自畢爾包嘅前鋒咧，就係韋納列比。咁啊，韋納列比咧，你又要搜尋下佢嗰個造型啦。因為呢位球員咧就係成面鬍鬚，就個外形就好殺食嘅。咁啊，韋納列比咧上季喺聯賽咧就入咗16球，亦都係佢單季咧喺無論係西甲又好西乙都好啦，就係第一次攞到雙位數入球。韋納列比咧，我冇記錯喺畢爾包或者之後踢艾拉維斯嘅年代咧，曾經佢係好出名就係玩一種樂器，但係我唔記得咩樂器咯，好似係saxophone啊，冇記錯好似係 saxophone啊。如果記錯咗，大家更正我啦。都係一個幾有音樂細胞嘅球員嚟嘅。咁啊，睇下佢來季如果有啲事情要慶祝嘅話咧，會唔會又為大家咧就高歌一曲，或者咧就係演奏一下啦？咁啊，韋納列比就會係今季其中一個桑塔德嘅主力射手啦。咁而另一個咧就會係睇下會係邊一兩個啦。咁因為其實個定位就好清晰嘅，桑艾拉拿。另外就格魯吉亞嘅國腳古利亞舒韋尼，同埋咧就係今年加盟嘅薩比尼。咁啊，先介紹下古利亞舒韋尼先啦。咁因為古利亞舒韋尼咧就係上季嘅下半季，即係冬季轉會窗咧先至加盟嚟到之後咧就入咗6球波。咁啊，格魯吉亞嘅進攻球員咧就不嬲都係有翻咁上下嘅策應能力，或者就係走位咧係幾靈活嘅。咁因為格魯吉亞嘅射手咧喺西甲就唔止佢一個。另外都有維拉利爾嘅米卡奧達斯，咁所以咧嚟緊都可以睇下有冇機會維拉利爾對住桑塔德咧就嚟個格魯吉亞嘅打比啦。咁啊，除咗古利亞舒韋尼之外咧，就桑艾拉拿咧，其實上季雖然你睇佢嗰個入球數字係得2球，但係其實佢係傷咗大半季。
你睇翻前季同埋大前季咧，佢係分別入咗13球波嘅。咁所以桑艾拉拿如果能夠健健康康上陣的話咧，佢應該都會係桑坦德其中一個有翻咁上下數能力嘅前鋒球員。咁啊，反而咧就薩比利我就唔係好明點解球會會簽佢過嚟啦。咁啊，雖然就借用形式嘅啫，咁但係其實佢上季喺雷恩咧就冇乜機會落場，都係踢咗6分鐘嘅啫。咁啊，睇下就呢位摩洛哥嘅外援就唔係摩洛哥國腳嚟嘅。因為就未入選過，咁啊睇下佢有啲咩嘅本事啦。咁啊整體嚟講，桑坦德，哇！你見到我花咗20分鐘嘅時間介紹呢一隊波咧，係咪好吸引咧？咁但係吸引還吸引，我就其實好頭痛嘅，因為我覺得對於桑坦德今季嘅前景，我覺得係幾難估嘅。陣容就唔齊腳噶啦，而家呢一刻咁嘅教練到底係何方神聖或者一個來頭猛就梗㗎啦，上季咁嘅情況，咁啊佢踢嗰啲進攻足球咁犀利啊，咁但係又防守又同時又真係差到嚇死人。咁我諗對於佢哋嚟講咧，今季係有2個結果會係有機會出現啦，就係第一，真係呢一種以攻代守嘅風格係可以神奇到令到佢哋變成一隊好驚人嘅黑馬，可以令到大家真係耳目一新嘅感覺。但係調翻轉啦，如果真係好差，失球數字、防守係完全殘缺不全、甩皮甩骨嘅話咧，輸下又輸下，輸下又一場，輸下又一場，或者你成日前面入埋都唔夠後面失嘅話咧，成隊波你就會越踢越耷噶啦。雖然你話上季係西乙冠軍啫，咁但係冠軍還冠軍，你咁耐冇踢西甲咧，你教練又係一個西甲嘅初哥咧，咁呢啲球隊其實喺今季包尾咧，係絕對唔會意外嘅一件事嚟嘅。咁啊，仲有2集西甲前瞻，咁啊啱啱就講完桑坦德，咁啊唔好咁快預測嗰個降班嘅球隊住啦。一於聽埋馬拉加同埋聽埋拉科魯尼亞先啦。我自己都未做功課，咁但係做完桑坦德嘅功課咧，我自己都覺得咧係非常之吸引啊！咁啊，希望大家都喜歡呢一集嘅節目。